来是这个中南部小连续来落大雨，看天食饭的果农，一声心血中乌有咯。南投信义乡的高山莲雾紧来泡水，感染细菌、烂果、裂果，受损的面积有5成遮尔啊多。另外，伫个彰化7、8月也是这个大出的火龙果，嘛因为大雨引来着落雷入侵，家己要下当版的火龙果是客甲一空一空，产量会减少3成。 还有一颗瓜牛，这个都是瓜牛咬的。火龙果去落雷甲害去啊！这到处拢全落雷，看了会起鸡毛皮。农民真紧张，除了熟的火龙果被干以外，这也未熟的果实的，嘛有落雷白过，等于拢报销啊。果爬过，长大就变这样了。就这样子啊，就变成这样子了。哦，这个对啊，这个就变成没有卖相了啊。 彰化这座火龙果园是自然无毒栽培的，也阁有得奖摕冠军。但是连续几天落大雨，却引来落雷攻击。农民每天是用手抓落雷，至少3个水桶，但是产量也是受到影响，足足减少3成。瓜牛啊，我特别多啊，变瓜牛甲非洲瓜牛我特别多啊，嘛唔知要安怎治啊。另外，南投信义乡的高山莲雾嘛受到影响。拢无效啊嘛。莲雾茎长期浸伫水内，引起细菌的感染。想要转药啊防治咧，嘛去用雨水冲掉的。快要成熟的时候，遇到水分太多，伊就自然就会裂。北回的情况真严重，受损的面积达到5成。若是雨继续落无停，农民讲，这个莲雾恐惊会全部报销去。